哇！廣東廣州地標建築廣州園大廈曾經俾網友廣州係最醜建築，今年10月底起喺阿里發拍平台上以13.6億元人民幣起拍，然而銅錢大廈半個月去仍然冇人問津啊！據極目新聞報道，記者由天眼查到睇到10月28號，廣東興業國際實業有限公司管理人發出通告，定於11月13日10點至到11月14日10點為止，進行第一次公開競價處置廣東興業國際實業有限公司重整投資權益啊！根據發拍平台資訊，呢個專案具體標的物包括2宗土地使用權、3項不動產以及固定資產。標的嘅主要資產正就係廣州地標建築廣州園大廈。呢個項目評估接近17億元人民幣，打8折之後以13.6億元起拍。根據處置人要求，買家報名需要繳交6798萬元人民幣保證金，並要喺11月11號18時之前提交相關資料。但截至11月11號16時，呢個掛拍項目吸引咗超過2萬次圍觀，但仲未有人報名啊！記者就打電話諮詢管理人，對方就話如果11號嘅18時仲未有人報名，就會進行第2次拍賣。對於係咪有潛在買家諮詢，對方表示就不便透露啦。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廣州園大廈由宏達興業集團自2010年起興建，歷時3年，喺2013年10月16號全面搞掂。喺2015年嘅時候正式啟用。大廈高138米，共33層，總建築面積約10.5萬平方米，外圓直徑146.6米，內圓就直徑47米，係當時全球最大最圓嘅建築啊！廣州園大廈係廣州最具爭議嘅地標建築。公開資料顯示，呢個大廈總共投資為10億元人民幣。喺2013年，呢個建築曾經花費10萬蚊人民幣公開徵集名字，最終取名為廣州園大廈。其通體金色就好似一個銅幣咁樣，同珠江水入邊嘅倒影形成一個8字，寓意交易風生水起。民間都稱其為銅錢大廈，因為公眾認為其俗氣，仲被網民評為最醜建築啊！報道就指出，受到母公司宏達興業集團債務危機影響，廣州園大廈喺2022年4月曾經作為抵押物上到中拍平台，去到23年嘅2月，宏達興業集團經營基本就停滯，申請破產清算。同年8月，集團啟動重整投資人嘅計劃，當時起拍價大約55.89億元人民幣，但該次拍賣最終未能達成。去到24年，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式裁定宏達興業集團有限公司破產。2025年11月，廣州園大廈迎嚟第3次拍賣啦。唔知你又覺得呢棟大廈點樣呢？留言話我聽啦。我哋下條片見，拜拜。